内政部统计，到去年12月底，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台湾正式行入超高龄社会，其中台北市老人占比上济。今下晡，台南也宣布营养午餐免费政策，目前6都内面，敢若新北市无答应，呼吁中央爱统一。但是杜永泰强调，这是地方自治。有市民伫咧表示通宵外海翕到中国铁壳船掠去掠过界，万这海巡拢无来赶。海巡署表示讲，最近中部出现狗只，拢有派船去甲伊赶走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初9AM新闻，我是嘉豪。讲咱台湾入冬了后，头一阵寒流来到位啊！这拜五全台湾平地上介低温度出现伫咧新竹关西，只有5度4尔。那新北的石碇啊是5度半，台北的干豆是5度9。这气象署也提醒讲，虽然冷空气当咧减弱，即时的温度有较回升，不过阴暗到拜六透早，受到咧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将有可能会搁再出现10度的低温。拜五呢，这玉山气象站的雪已经有1公分高了，合欢山也伫落雪。拜六暗又有一阵冷空气要来到位，强度大约是大陆冷气团的程度，爱到后礼拜一呢，这温度才会小可回升。初九透早4点外，南投合欢山的山顶敢若零下6.8度，因为现场风真大，路面雪气互风吹起来，看着真水。阁有囡仔甲涂骹的积雪暝起来耍。都没有去过，都没有追过雪，想说带他们来顺便一起追雪。玉山气象站初九早起6点，嘛观测到有落雪，目前积雪已经1公分。南平大关山埡口磅坑口下晡嘛开始落雪，嘉明湖、山湖的厝顶甲树尾嘛拢去有雪砍掉咧，还阁有民众咧遐耍雪。武陵农场的陈花园看到真侪结冰袂输冰条，嘛互民众看了欢喜甲。遐那宜兰的太平山虽然水气无够无落雪，不过无上的美景也是互游客感觉规个是水甲。初九毋那关山出现超级低温，全台湾平地上低温伫咧新竹关西敢若5.4度，新北石碇5.5度，台北干豆5.9度，大安森林公园敢若6.2度。气象署讲，台北气象站初九透早测到9.1度的低温，这嘛是入冬以来头一波寒流。今晚到明天清晨，辐射冷却的效应依旧会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从温度的低温的分布图上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北部跟宜兰普遍都会来到蓝色，就是普遍会降到大概10度左右的低温。中央气象署提醒，后一波冷空气拜六暗时会到位，估计影响的时间会到后礼拜一透早。强度差不多是大陆冷气团的程度，不过袂像这波这么寒。下个礼拜整个礼拜看起来冷空气是比较弱了，等到再下一周，也就是大概19、20号之后，可能才有机会再有比较强一点的冷空气下来的这个状况。气象专家表示，为预测来看，一直到1月底才会有较强的冷空气到位，提醒民众早暗温差大，要是要穿雨袖。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寒死时，早暗低温拢无到10度。全台湾非创伤乌卡人数，逐工拢有30人以上。这医用化碳中毒人数也伫咧寒天时的时阵增加较济。消防署也提醒厝内面的有使用加水的民众，不管是要洗身躯或者是炒菜时阵呢，窗仔门就要甲拍互开。大家排队领外套，最近天气真寒，尤其是早暗低温拢无超过10度，互人是寒甲死阵。中华着民间团体启动低温关怀，发外套互寒士，开放临时歇眠服务，互有路无厝的人。即摆早暗温度有较低，咱有一寡心血管疾病的朋友甲离外口会较危险。平安站遮15度以下有开放夜间临时安置，会使互一寡有需求的人来遮。天气冷叽叽，也互病院急诊人数增加。根据消防署的统计，这个月逐日拢有将近30人肺创伤乌卡，尤其是拜四的人数来到40人。元月6开始，因为天冷，主要有几类的病人有上升，主要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族群，以及这些高血压疾病所引发的并发症的病人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族群是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也有明显的增加。除了乌卡人数增加，消防署嘛提起最近寒流到位，民众窗仔门关收严，用加湿热水器洗身躯，或者是炒菜，拢有可能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过车到达，拢总有7人送病院。
其实只要有使用到那个瓦斯的状态，氧气不足就会造成燃烧不完全，产生一氧化碳。所以在历年呢，其实也会有少数案件，它就是会有民众呢在家里面可能烧炭取暖，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的案例。消防署也提起，才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伫咧室内装架数热水器，露台窗仔门无拍开，灶骹无通风，过来就是排气管装唔对，一定爱装白梯仔才是正确的。消防署也提醒民众，装热水器一定爱请合法的师傅，若是无证照乌白装，上重会当罚5万块，尤其是过年要到啊，真侪民众会煮火锅或者是烧火炉，拢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统计，到去年12月底，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咱台湾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上悬是台北市，占24.18%，也乃上届加是新竹县占15.08%。事实上，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拢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啊，包含这日本、德国、意大利拢是早期代表。也若讲到咱附近的这个南韩，也有新加坡呢。目前也当咧面对着这劳动力减少，也个抚养比增加等挑战。退休朋友斗阵咧耍桌顶的游戏，动脑也会使多时间。台北市大安区瓦郡真侪间大学3年有未少教职人员住伫遮，加上丰富的公司资源，老大人比例定定是排前几名。根据 WHO 定义，65岁以上老人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达到7%时，叫做高龄化社会；达到14%时是高龄社会；那达到20%时是叫做超高龄社会。台大的教职员、师大的教职员，还有台电的退休人员都住在这边。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1650几位。台北市艋舺区由开发早，加上青壮年人口散出较多，老人人数甲独居老人列册数也较悬。以成分率来讲，独居老人坐册大约20人。本里造册的这个独居长者大概20位。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谈到准独居或者是他是真正独居的状况的话，那可能是要2倍或3倍以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第一个送餐需求，第二个有没有就医的需求。根据内政部统计，以全台县市别来看，65岁以上人口比率上悬的是台北市的24.18%，上低是新竹县的15.08%。地下市部分，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20%的地下市占一半。全球高雄市20.79%，台南市20.48%，新北市19.95%，台中市17.40%，桃园市是16.72%。针对高龄化的社会，台北市将持续积极布建日照中心，还有关怀据点，尤其是在偏远的地区或是长者集中的区域。也伫全球已经有侪国进入超高龄社会，亲像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是早期代表。台湾也伫2005年正式进入。亚洲国家也有南韩甲新加坡，也拢面临劳动力减少、抚养的比率增加、医疗长期照护的需求急速上升，这共同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事实上伫新北市的平溪呢，这65岁以上的老大人比例已经超过36%，是全台湾上界老的行政区。新北市政府就规划本路中地村平台，整合在地资源，推动长者照护工作，希望这老大人独居袂孤单。听到社工发出数字，住入伫平溪区10分公共托老中心的老大人，较紧伫纸顶悬找，再搁甲考起来，希望会当抢成宾果。平常时课程搁有体操、手作活动，互社区的老大人维持社交身心灵活。每次我都来这边动动脑啊。跟他讲话才不会头脑，才不会痴呆呀。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而在新北市平溪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日前突破36%，持续蝉联全国最老的行政区。平溪的孔明顶真有名，逐年拢写一大堆观光客来到这，但是除了游客看过去，在地民众拢是老大人。为着要让老大人在地安养终老，新北市政府推动本路长地村平台，推动老大人的照护工作。公所也结合这个社会福利机构，还有里办公处，
社区发展协会，还有我们有志工的能力。目前这个计划已经在112年延伸至板桥区，更在114年扩展至全市29个行政区。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湾当地老化的乡镇是集中在嘉义县、云林县和南投县，全市青壮年的人口外流、加生育率等等，和独居老村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亲像在云林县水南乡的老人人口嘛有28%。几岁？目前大概都是由各单位想要发展高龄就各自发展，那我们觉得这比较可惜。我们希望它有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平台，那针对比较高风险的高龄者，可以有一些国家更主动积极的预防策略。刘福明指出讲，即马台湾入去到超高龄社会，政府相关长照政策、医疗照顾体系和大的环境，拢应该更加具体、更加积极来规划，加速调整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营养午餐免费政策，真侪县市拢对咧实行。初到下晡，台南也宣布会来免费。不过，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讲，这是想要爱的政策，是非必要的政策。若这台邦呢无排除好野人，颠倒造成别个县市的财政压力。六都内面呢，敢若新北市无要来推动。新北市政府是讲，若准来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会占所有的教育业务推动费1/4的金额。伊若是呼吁中央呢，就要有统一性的政策。再去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强调，这是地方自治的事项，就要地方来负责。营养午餐议题一直摊开，台北市初六宣布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了后，初到下晡，台南市也宣布营养午餐免费政策。从今年9月1日开始，我们对于营养午餐也必须采取营养午餐免费的方式。那对象呢，没有办法再区分是弱势户还是一般户。那这样子的原因在于我刚刚提到一些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也不过，黄伟哲也讲，进前台北市宣布采取无差别、无排除补助营养午餐，对真侪县市首长形成真大压力，更加牵制事件已经偏离公共政策讨论，大多数讨论是想要低，而不是需要。如果说免费的话，我怕会。就是他们压低那个价钱，反而小朋友吃不好。政府帮我们付一点，然后我们家长也付一点，然后小朋友吃好一点，这样子。样样都涨啊，2个父母都上班也是赚不够，当然是尽量政府能补贴，能那个是最好。家长真有感觉，推广免费营养午餐，用1个月省9000块。不过，全台22县市内底，到今总共18县市推行，直辖市内底，敢若剩新北市等待评估。尤其占了我们的业务费是占到1/4，所以面对1年的经费46亿，在整个教育预算，我们要做好准备。新北市即阵包含教育经费，抑个学生数拢是全国第一。免费营养午餐有估经费需求爱46亿，就有可能排除影响其他市政经费的可能。呼吁中央应该有统一性的政策。还有能力补助地方营养午餐。地方自治项，我们希望地方做得好。行政院讲，新版的计划法造成各县市差别真大，修法也大幅度削弱中央的财政。中央政府今年有计爱借钱3000亿，我都协助地方。各方意见差异真大，地方立委也呼吁，无论营养午餐在源对倒位来，午餐的品质食安更加是重点，照顾到囡仔食较健康，佮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又有电池爆炸，来看高雄科技大学基林校区。今仔日活动的时阵呢，这火灾警报器熊熊弹起来。这礼拜拄好是学期尾考试，也是最后一天上课。有学生考试写到一半，熊熊公公赶紧来离开。学校表示讲呢，这火灾的原因是空气污染监测设备用的锂电池爆炸导火，加在是无人受伤。为什么这电池会来导火呢？详细原因需要调查。学生囡仔照指示往安全的方向撤离，才行来到走廊，就听到砰一声，疑似有物件爆炸。高雄科技大学基丁校区的行政大楼，初到晚到，熊熊火灾警报器一直弹。因为这礼拜是学期尾的考试，学生囡仔考试考煞就开始休寒咯。有人当咧考试写到一半，熊熊公公走出来，某款行李准备要转去的，一想到逃命，迄当时甲打心肝头也个皮破彩。阮一开始当做演习啊。尾啊，想讲走出来看卖啊，人讲火烧啊，就听到爆炸，然后就警报就大响，然后我们全部都下来了。
然后就期末考就结束，就暂时结束这样。有知道说是什么东西爆炸啊？什么造成？锂电池。消防队到柜的时阵，现场已经无火，敢若看到一个小型的锂电池在庆烟。校方表示，这粒锂电池是轮机系空气污染监测设备用的，物件是放伫咧老师的研究室内底。迄当阵老师当咧解考试单，发现电池家己收起来，就赶紧家己刷出来走廊拍火。是空气污染监测设备使用的锂电池，老师当下有紧急处理，并通报消防单位。此次意外并无师生人员受伤。校方表示，锂电池是老师进前做研究用的，后来就拔起来放伫咧研究室，是安怎会家己收起来，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不过，学生表示，电池刷出来拍火，也佫一直咧庆烟爆炸，学期的最后一天用安尼来结束，确实有淡薄刺激。记者柯家族赵阳、高永昌报道。嘉义太保高铁站呢是这嘉义县区主要出入口，为了要带动这高铁附近的发展，华泰大饭店按算呢，华泰大饭店集团按算开50亿，要伫咧高铁站的正边起大型的购物中心。另外一头呢是大堂租予别人做停车场的土地，说是准备要来起这供电场。伫太保呢，就上千的民众来反对，希望县政府赶紧打动。伫嘉义高铁站边啊，大约200公尺的所在，华泰大饭店集团要伫遮大约10万平方公尺的基地起购物中心。第一期的工程正式动工，按算伫2008年第4季完工开幕，要来推动嘉义高铁站周边的地区经济。这对嘉义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那再来是这个地方Outlet 投资了以后啊，那旁边还有很多商业用地。那我希望透过华泰民城的投资啊，可以带动周遭所有地方的商业发展。嘉义高铁站的边啊，未来出现大型购物中心，不过伫另外一边，却是予当地民众真反对建设。台电公司暗算伫嘉义高铁地电区规划商业区来设定地面的供电设施，而且合约是20栋，这引起太保市民千外人联署反对，要来向县政府申请。咱的高铁地电区，你的台糖用地是在商业区，所以讲你。光电，如果你设置的太阳能板设置20年，一定是绑约20年，规个商业区的发展都拢框架住了。太保市公所表示，毋是要反对供电，只是嘉义高铁地电区是太保市未来上重要的发展区域，供电厂的建设破坏土地的发展价值。希望县政府会当考虑太保市民的心声，停止台电的计划。台电公司嘛表示，会参考地方的意见继续沟通。若厂商无法度甲地方有共识，会互厂商来停止契约，另外各找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去年屏东呢掠超过13万只的车道灯是全国上界多，8成拢是靠民间来斗三工。今年屏东县政府和林保署配合，这奖励制度有改变，若准掠大只的钱较多，掠小只的钱就较少。而且呢也增加超商礼券，希望吸引到更较侪人来加入。不过就拉人讲呢，若安尼生就会变做讲，大家拢要掠大只的尔，会影响到消费外来种的效果。民众爬到椰子树顶掠青豆灯，有的青豆灯走无路，直接跳落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统计，去年屏东掠超过13万只青豆灯，是全国上济，其中民间拉人就掠10万外只，占8成左右，是医毒行动的主力。数量前3名的拉人，每一个拢掠超过1万只，敢若礼券就领走超过100万。县府今年配合林保署，佮要提悬奖励制度。一般民众他在移除的这个部分，都会偏在小，那大的这个清代的部分就会比较少去抓到。就便利性来说的话，那也有一些民意代表在建议，所以我们大体上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比较方便的这个超商。根据林保署新的规定，长度30公分以上的青豆灯，每只奖励对去年的250块提悬到300块，无满30公分的对100块降至50块。因为有民众反映，原本的农渔会礼券无方便使用，今年改发超商礼券。不过有拉人表示，小只的剩50块就无啥吸引力，会变做大家拢要掠大只的。数据差啊多，会变敢若要掠大只的尔，无爱掠小只的。15、16公分迄种的迄种的等于像个大只的安尼咧掠，因为迄种的足惊人的。走会用足紧的。拉人讲，若要降低小只的金额，希望会当改发现金，较方便使用。县府表示，会先按照林保署的规定实施，后续若有需要调整的，会搁含各界交换意见。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有渔民伫咧苗栗通宵外海翕到中国铁壳船掠鱼掠过界，因着怨讲这海巡人员拢无来到守护渔场。海巡署表示，公无接到报案，也统计最近有9只不明目标含中国渔船出现伫咧苗栗一个中部海域。因也强调讲，因拢派这宜兰人去甲因赶走。 渔网啊拖起啊，内底拢是鱼啊，船头也挂中国国旗。有渔民初六下晡伫苗栗通宵外海，发现中国籍的铁壳船敢若活界掠鱼，放伫网络讲海巡署拢无作为。前方大陆渔船，前方大陆渔船，你已进入我国禁止水域，立刻起网。广播话话下水来处理，海巡署讲当时无接到报案。不过，迄天早起伫台中港北方26海里的海域，有发现一只中国籍的渔船活界。 中部地区渔民讲，捌看过中国铁壳船，只有赶紧闪开，先保护家己。因探过来是不应该啦，鱼啊会烧来烧去嘛。因若烧到咱这边过，伊一定会撤过来。咱拄着伊，咱会惊啊！你若去话着伊，叫你赔就要赔啊，保护袂到。我都认为保护不到。我们追求自保。咱看到材料，咱赶紧走，安就对啊。 海巡署讲，统计初六到初7中段为止，苗栗甲中部海域总计有9只不明目标甲中国渔船，随调到宜兰南去处理，全部甲赶离开咱国限制水域。本分署利用岸际雷达监控及通报海上巡防舰艇查处等作为，严正执法，绝不妥协。一旦发现未经许可越界或异常行为，将依法实施驱离。 海巡第4巡防区强调，各海域拢有发射雷达24小时监控，渔民若伫海上发现无正常目标，也是违法的行为，应卡118向海巡来报案。记者综合报道。 国防部今仔日发布有侦测到中共解放军30只的军机军舰伫咧台海，变作是三面围台结合空飘气球伫咧扰乱台湾。国军想要提升战力来反制这解放军，不过这立法院调野对立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波动心灾，民进党团昨暗就去顾议场，一透早就送案伫议会处理，不过这那边两党依然是利用人数优势来反决第6届阻挡国防特别条例啊。中国搁一摆加大扰台的力量，国防部初九公布侦测到中国军机23架次，中国军舰6架，公务船1架，内面有19架次是超过台海中线，入去到咱的北部、中部、西南和东部的空域，形成三面围台，搁有一粒空飞机机啊出现伫基隆西北85海里。收到。 1号包加油，尽量完成。国军是严密应处中国军队的威胁，嘛持续提升战力。不过行政院提出1.25条国防特别条例，真一摆拢互在野人手动落来，无法度呼吁审查。立法院民进党团就伫咧议场头前半暝就咧排队，手找到一透早上案，要伫议会直球对决。赞成50位，反对59位，赞成者少数。民进党党团提议。 不通过。不过在野有人数的优势，若被以59票对50票赢，第6摆来封杀国防特别条例。违法漏编违法就无法违法审查，只要行政院依法编列即刻审查。军购预算连续挡了6次，是不是已经获得中共的一些基本的肯定？总统赖清德要打造台湾之盾，需要的武器装备拢要靠国防特别预算，目标结合国造外买的飞弹，建立多空战的防空网。对研发进度，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已经成立专案办公室。专家认为系统的整合是一大挑战。我们来规划用自动化的 CPISR 的系统来结合这个 AI 的技术，然后来链接各式的雷达，融汇为 各式武器的一个击杀网，它大部分着重是在什么巡航飞弹啊、弹道飞弹啊、战机啊也有一部分的无人机。可是对于火箭跟自杀无人机，它目前为止我们看是没有办法。我们花了1兆的钱下去的话，可能对于台湾面对的问题 没有解决。由咱通采购美商 Anduril 打造的 Altius 600N 反装甲无人机，创最近20年来美国对台湾军售上紧交货纪录。中科院嘛和 Anduril 签合作备忘录，这互中国真不满。制裁创办人拉奇对这拉奇回应讲，这是互伊真骄傲的奖，要拍拼甲台湾打造变做好地来反制中国。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到中央总预算，抑搁伫咧立法院拢无审查，行政院就讲呢，限民众有牵连的 T-Pass 通勤月票、生育补助等政策，才有可能拢会暂停。本地有风声讲，这国民党团要提案补救，照预算法，互重大民生的资本支出，抑搁新的计划先来复位审查。民进党就批评讲呢，袂输是伫咧点菜，甲人民当作是去食。民进党立院党团轮流伫遐排队，就伫咧立法院议场头前，找到透早小整甲文件送去议会，希望互已经延长真久的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复位审查。赞成者少数，民进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就算着赢立委伫下底抗议，要是挡袂过对方人数的优势，总预算案并无放行。毋过，照预算法的规定，其中新兴资本的支出、甲新增加的计划，只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就无伫即个限制内底。有风声讲，国民党团提案要替 T-Pass 计划、生育给付、河川治理等等部分的项目改套，先复位审查。民众党讲，因早就有版本，后礼拜会甲南亚讨论。毋过，在野嘛甲行政院化讲，应该依法编军人加薪水、甲退休警消年金的预算。只要赖清德、卓荣泰依法编列。那总预算早就在审查了。人民不是乞丐，立法院最大党不是皇帝，非得要人民敲碗，你皇帝才给饭吃。难道国防预算752亿不重要吗？外交预算110亿不重要吗？这样破碎性的把预算拿出来挑三拣四的，绝对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国会审查预算应该有的态度。都用台话讲，希望国会会当理性、谨慎来面对预算的审查。不过行政院要是暂缓并提关警察人员所得替代率预算，那边嘛协助启动法律战。我们有权要求政府欠我的连本带利就要还给我们。国民党有成立一个司法正义律师团，民众党就这个部分希望提起团体诉讼，诉讼标的一样的话，那我们尽量都是以一个合作的模式，群策群力啊。我们的态度向来就这样。昨天接到的电话、送来的件数非常的踊跃，我们可以商量一下，怎么样把忠孝发挥到最大，能够帮助最多的人。针对无法度专案审查总预算，另也批评讲，宪政机关有宪政机关的责任，若被袂使像点菜共款，一点仔一点来放行，强调每一条民生的预算共款拢真重要，袂使选择性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空军飞官新北基西 F-16V 战机发生事故，到当时第4天咯，海巡国军是拢无放弃继续伫咧搜救。伫片湖西苏也发现到一块，真有可能是战机的铁片，这部分等待这国防部来确认。有专家是认为讲，目前是乌流当咧大流水的时阵，加上东北季风，建议若准备吹，就要往北边吹。另外，针对到这桩案件呢，也已经有监察委员申请主动调查咯。为半暝到透早，海顶的天气真歹，海巡舰艇持续伫咧东部外海找找失去联络 F-16V 的飞官新北基。有风声讲，伫咧台东成功外海，哪像发现救生衫，海巡确认是漂流废弃物。另外，片湖西苏嘛传出有战机的残骸，画面看到规地白色机身的残骸伫海沙坡的。现场是赶紧由防守线通报军方，军方研判，这个残骸公告是圆形的，甲战机圆锥形明显无同款。无人机飞机在海岸升空，一路烟花超吹，这是陆军上新买的战术型无人机，罕见公开出现，即个嘛投入搜救的行动。考虑风影大影响海流，海巡甲国军搜救部队嘛部署伫咧台东中滨乡甲成功镇，透早扩大到台南卑南溪出海，持续向南边超吹。新北基西 F-16V 出意外，搜救行动进入第4天。国防部找到动员15架次的军机、2架军舰，海巡派183个人、47架战术轮车、甲7架海巡舰艇。不过连续几日天，海顶天气拢真歹，增加搜救的难度。即马拄好是乌潮的大流，外界烦恼新北基恐惊流离开搜救区。可能会跟着这个洋流漂流到其他地方去。我想这应该也是搜救团队呢他们会考量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再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下去做搜救。有
有真侪年呛水甲救灾经验的专家讲，依据相关的画面来研判，西北街暴落海的所在可能离岸边差不多700公尺至1500公尺乌潮的区域。虽然乌潮的方向大部分是为南平向北平，不过考虑这几天东北季风较强，所以建议除了向北平吹，嘛会当伫咧宜兰花莲台东增加岸边所在。空军强调讲，已经有扩大所在的范围。只要你有一些坐标或浮标物，然后检测大概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知道它的流速大致上是多少。然后我建议就是说，可能譬如说，假设你是已经50小时的话，就是50+6跟50减6的这个时间点去做，所谓的那个扩大搜寻，它的效果跟效应会比较好。针对 F16V 发生意外，监察委员罗鼎明、叶宜珍已经申请主动调查来理清案情。他是从欧洲回来才2天，对，那这可能连时差都还在调整，所以呢，就马上去做夜间训练，妥当嘛？无论是自动风浪地系统、任务电脑 MMC、仪表，也是人员管理等等的问题，叶宜珍强调讲，一定会调查清楚，减少战机事故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台湾灯会对3月初3开始伫嘉义举行，这是台湾灯会第3届伫嘉义。这嘉义县政府今仔日也公布今年的主灯，合作公布世界阿里山作品，透过阿里山的日头光、新木也个大雾来做主题。另外，这世纪的歌灯也真古锥，是这乌形骑马造成，咱做伙来看卖。闪烁灯光透过光线，压上伫咧短短3分之内，甲台湾岛屿对海洋的形成、生命演变到文明的发展，变做一场壮观的灯光表演。2026年台湾灯会伫咧嘉义，和较早以12世纪做主灯无同，这届设计者用阿里山的日头光、新木、大雾做主题。我们针对阿里山这个题目，去做了这次的发想。阿里山也关系到一个命题，就是说这些山哪里来的？其实是1亿4千万多年前，这个台湾的造山运动慢慢升起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展演大概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讲到我们现在这个台湾跟科技非常连结的这个部分。这届灯会的世纪歌灯也真古锥，台湾乌形骑一只马，唔但会当挂咧行，佮会当摇来摇去做摇摇马。设计者今年特别用台语话音来号名，或者乌形马蹄加，伫咧嘉义和大家见面。它的名字叫做欧熊马蹄加，这是台语啦。对，那虽然意思上是说欧熊也在这里，可是它这个名字就同时结合了欧熊跟木马，还有这一次的主办地点嘉义。2026年台湾灯会这届第3届伫咧嘉义举办，活动对3月初3开始为期13天。交通部观光署表示，除了有公布世界阿里山做主灯以外，还有23个主题灯区，超过60件的作品，期间嘛有纸风车剧团、棉花园、无人机等等的表演，让游客会当完整感受嘉义的在地特色。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有人力银行票选幸福企业头一届呢，有支持员工结婚生囝的公司入选。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除了薪水，这上班族对企业的福利也个制度是拢真有意，就是这幸福感的来源，也是甲人才留入来的关键。囝生少的问题已经是国安危机，政府也鼓励企业爱提供福利来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有人力银行也举办幸福企业的比赛，有4200间来参加，有560间摕到金奖，嘛头届颁奖予支持员工结婚生囝的公司，像有的公司会提供结婚奖金，提供托育空间，员工会当带囡仔去上班。民众讲有这款的公司确实真幸福，需要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可能会有一些考量。那如果有这些的话，其实就算是一个配套措施，可以让就是他们更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的去上班。对相关的人来说，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诱因。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事实上会减少他们想要来的动力。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因为物价起 ，AI 进步了真紧。食头路的人其实压力真大，幸福的感觉降低到剩53分。劳工对未来感觉不安。调查显示，有73.5%的人认为家己即马踮的公司毋是幸福的企业，
第二是长期无加薪水，含薪水加伤少；第二是薪水比市场的行情较低，年尾奖金较少；第三是工作量伤大。因为有了 AI 之后，然后让他们的工作呢变成产出量要更多，反而是加深了他们的压力。有关税战，然后还有现在的国际局势比较不稳定，那相对这一点呢，也是让上班族觉得不安定的原因。人力银行也提醒企业，上班的人除了重视薪水，也希望会当受到头家的尊重。现代人食头路嘛真要义，工作甲生活敢会当四天？若要甲人才留落来，薪水、工课场的文化和制度拢是关键。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中照3点控，主要是针对讲目前呢有请这外籍看护家庭，也新增加社区式的照护补助，互被照顾者搁较侪空间要社交活动。另外，针对独居老人议题，这卫福部含内政部也启动同行普查。社教署表示讲，到2020年年底呢，台湾列册在案关怀独居老人有65000人，不过实际上，这独居老人将可能已经有70万人了。平常时的中昼，老大人伫日照中心做伙听歌叮当一个。当照3.0计划对2016年开始正式启动，已经有真侪项新措施，对前一年开始分阶段实施。目前针对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嘛新增加社区式的照护补助。那来这边之后，他们其实白天的话，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啊，增加他们的互动性，这样还有他们自主的独立性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外看可以稍微得到一些喘息。过去长照2.0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敢会当申请居家休喘服务。即马3.0的版本会当使用逐个月照顾服务额度的30%，申请居家照顾以外社区服务，亲像日照家托，或提供照顾的人搁较侪空间，会当促进老大人的社交活动。一直都有人一直来加入我们，这个如果没有由1966那个照管专员或者是个案管理师那边主动去推动跟发布，基本上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是不知道。另外，针对独老的议题，卫福部嘛联合内政部启动独老的普查。社教署表示讲，到2025年底，台湾有列册关怀中的独居老人有65000人，不过估计实际独居老人有可能到70万人。外界反倒讲，安怎防老高是重点。还是要靠在地人先关心在地人，其实邻里的力量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有可能这个老人是在这边租房子，所以其实户政系统根本是不知道的，邻居、邻长有可能就会了解。第一线的社工署是提醒讲，老大人面对造册是烦恼红标签化，安怎提升接受度嘛是重点。卫福部长赵宗良嘛提出4大政策面对超高龄社会，人口结构的急剧的改变，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在医疗照护这种体系上也要因应。赵宗良强调讲，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真大，会以预防适龄的健康促进、去中心化的照护、分散式照顾转型和健保支付制度、论价值给付和科技导入4大面向来落实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轻铁车尾暗有民众行伫咧高山区公所站的铁基路顶悬，司机员虽检索摇起喇叭，不过民众虽然无伫咧信道，无要让车过，搁再对这司机大细声。高雄捷运公司表示讲，民众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上悬会当罚到7500。另外，公共危险罪部分等咧收集证据，也要报警察处理。把你件袂使吗？把你看一下袂使。穿红衫的查甫人甲轻铁顶悬的乘客一句来一句去，愈让愈大声。车尾暗时7点外，伫咧高雄轻铁的高山区公所站，这个查甫人一路行伫咧轻铁的铁基路顶悬，轻铁司机看到机随打洞啊，饲喇叭甲比。不过这个查甫人完全无咧信道，豆豆啊行，路尾阁对司机大细声，危险阁傲慢的行为，互真侪人拢看不过。对方在讲司机有啥物甲扒，有啥物甲缀来引安尼，啊就是。骂一个足歹听的话安尼，司机其实嘛无讲，我们司机就点安尼啊。伊就拢位啊行过来啊，行位遮摕物件位啊过啊。所以伊接安尼就对啊。嘿啊。附近民众讲，这个查甫人定拄行铁基路过来遮，都为着要捡回收或一个阿婆。其实因为轻铁的车道甲民众的生活空间相顶塔，进前嘛有人违规行入铁基路翕相，也有看到轻铁怪硬要撞过。国际公司表示，亲像安尼激皮皮，轻铁内阁无要让话，因绝对无要吞忍，以及收集证据报警处理。该民众行为
嫌已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3款之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7500元罚款。本队将循线通知该民众到案说明。 民众表示，轻铁高山区公所站者，因为铁骑路的两边徛假济，定拄有人贪公便无行人行道，直接行对铁骑路过。有时保全顺路看到会甲动，不过保全唔是规工顾伫遮，这部分敢若会当靠民众家己自我约束。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郭永昌报道。 台南嘉义受到南科的带动，发展人和车变甲真侪，停车位也开始无够啊！就有人呢，甲这公共停车场的架仔长期占用。台南市政府表示，讲会给架仔顶3大停车场列入去收费管理，按算顶半年就开始收钱。也若区公所路边的停车架仔也会评估看卖，看敢是要来收费啊。 来到嘉义区公有停车场，场内虽然有设置57个停车格，不过要停车的民众开入细半步，煞找无停车位，敢若会当搁开出去，因为根本无空位。不过斟酌一个看，场内甚至有民众的车直接看布棚，甲公有的停车位当作是家己厝里的同款。尤其附近是市区闹热的所在，要停车真困难，附近的民众嘛感觉足无奈。使用者付费，我觉得非常合理。对，就像。 U-Bike 嘛，为什么他会在这段使用 U-Bike？ 应该他也会认为说，就是在停车部分不方便。车费的价钱，你要有一个标准。啊无，那你讲的讲，遮有的停的是随走，啊有的是停遮久，可以倒伫这附近尔。伊的收费是变哪算？ 为着要解决这个乱象，台南市政府预计要先将市区3大停车场总共79个停车位纳入收费管理，预计顶半年会开始收费。另外，嘛有民众反映，区公所路边停车格长期互人占用的情形严重，嘛爱纳入收费。前期先针对说路外停车场的部分做一个收费，因为路外停车场有很多民众长期占用。 造成说正常使用的民众无法得到正常使用啊，现行有法停车格的车位，我们做一个监控啊，了解说每一个停车格现在的使用情形、流动的情形啊，作为以后收费的依据。 另外，为着要解决嘉义市区停车的压力，嘉义区公福路迄搭位啊，也有无利用的空地，将会由民政局补助公所赶紧开发做停车场，提供民众搁较侪的选择。公司新闻温进行台南报道。 台南的红葱头当咧采收，不过入手了后变较烧落，而且无啥雨水，产量减3成到4成，产地介绍也落到1斤剩无20块，和去年是差真济，而且采收拢需要人工，根本就无利润啊。这农业局表示讲，前几天农粮署有来勘查，也答应讲到时阵会启动收购。 一块搁一块透早拄加好势，种入去的红葱头，拢是农民辛辛苦苦种的成果。台南红葱头早仓即阵陆续咧采收上市，毋过即阵产量煞无永年好。农民讲今年每分地平均产量平永年减3至4成，正常每分地爱2000外台斤。今年求水真明显，连产地介绍嘛对咧落，每台斤无到20块，平去年同时间30-40块的光景差真济。农民怨叹互因真歹过日。 有32个、30个，啊，像这人个开后19个啊，咱平常时个，逐档啦拢4、50块吼，大家慢慢炒糖啊。啊，搁一分地，今年一分地产量拢加久无落雨，啊，拢迄落啥葱啊，拢发育歹，啊，迄种迄落产量搁歹，一分地加得700-800斤啦，啊，这算成较有够本钱啦。全国种红葱头面积有1200公顷，那台南占85%，主要产地伫7个北门一带。今年安尼生，主要因为去年种落去的时，等到入手了后，雨水真少，地苏早仓产量无介理想，减大半也叫顶一季库存无用完，收买意愿自然就较少。农业局回应，农粮署已经有要启动营运措施，到时按算会请农民团体进定收买，继续维持每台斤20块以上。目前的价格低于成本，所以农民希望是政府能够有所帮助啊。和2轮大蒜合作社，
还有以及我们嘉泉苦台合作社等等的一个农民团体来进场收购，来维持我们整个一个产地的一个收购价格。这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希望政府斗3工会当稳定产地绩效，那农业局回应会持续三农粮署讨论相关的配套，嘛讲会继续关注进口甲库存的状况，配合产销调解机制。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咱细汉的时阵，咱捌耍过办公会啊，这款运用身躯边有的物件来做肢体互动的，也是台湾这几年较常看到的表演形式，互人叫做物件剧场。台北戏舞馆的台北的舞戏馆除了有办特展，也互民众了解到这款演出形式，也招剧团来分享因去到欧洲表演艺术交流的经验。阿姆斯特丹的整个沿海河域的风景这样子，然后它每一个图片，就是你随便拼接都可以拼起来。手提上无有100年的招牌古董，这是囡仔人剧团去荷兰收藏返来分享的物件。另外，嘛有对比利时买到的火车，其实7毫米也通请做表演的主体，这嘛是这几年较有看到的形式。台北舞戏馆也邀请有在做物件剧场的囡仔人剧团来甲民众分享去年因伫欧洲表演交流的经验。囡仔人已经7岁啊，为什么阮叫囡仔人？就是阮上要甲迄个囡仔佚佗的心放入来迄个创作内底。他们诉说故事的方法其实跟亚洲区的诉说方法很不一样，它会回推到我们整个生长背景。透过我看到的这些东西，我把这些东西整合回来，变成自己团内的东西，那去创造出一个属于台湾的。台北舞戏馆也办一个算命的特展，介绍不同国家的物件剧场，有用军兵红也是风度面具来反思战争议题的艺术家，嘛有用米创造出来的美观剧场。官方希望让民众了解讲，透过米安怎去表现情感、思想，也是批判等等。这个展览为什么叫做算米啊？就是咱对细汉阵办公会啊嘛，咱拢会去算一寡有诶无去了解讲你搬别个人。你嘛当用你生活当中看到的这物件，还是物啊去表演，因为你看到伊的连甲你的平常时的生活的记忆有一个牵连。台北舞戏馆在特展当中，要特别小介咱台湾有在做物件剧场的剧团，互民众熟悉。官方表示，这个特展拍算是展到6月28，希望招民众来了解算命的趣味甲深意。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发生移民执法官员开枪打死一个37岁妇人人了后，无到1天的时间呢，奥勒冈州呢，搁再发生一桩和边境执法有关系的枪案，造成2个人受伤送病院。国土安全部是表示讲，这2件拢是民众甲轿车武器化，想要让执法人员官员为着自我防卫才会开枪的。不过，这州政府是无都认同，民众也走向街头抗议。即马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变得愈来愈严重。波特兰警方有封锁线，这几个月来，奥勒冈州波特兰市原底就是示威抵抗总统川普移民执法风暴的焦点。当一批美国海关边境保卫局 CBP 的干员，车被执行一件由 FBI 主导的案件。第一架一架车临检的时阵，有一对翁仔某因为拒绝配合去用开枪，驶车的红驶那像是委内瑞拉的乌社会阿拉瓜火车的成员。This is not any way, shape, or form immigration related on our end. 这个事件伫个时间点，互美国社会是真敏感，尤其无到24点钟进前，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才刚发生一件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的干员，伫行动当中枪杀一个37岁的负责人高调。Now somebody is dead. That's on you, and it's also on you to leave. 连续2件有关移民执法人员枪击的事件，加深州政府甲联邦政府之间紧张的关系。不过，国土安全部讲，明尼苏达州这个互枪杀的负责人是甲轿车当作武器 ，ICE 的干员开枪是为着自我防卫。副总统范斯是公开甲 ICE 相挺，讲因有绝对的法律合辩权，而且讲死者是家己做得来的。伊讲这话袂输是遐长天火刀，引起2个州甲全美国几个所在，包括华府抗议的行动。ICE is tearing us apart. They're making people disappear. They're not following the law. 示威的民众聚集伫明尼苏达州主要的移民法庭附近，甲执法人员爆发真大的冲突。空气当中有催泪甲素插片的化学物质，过程当中有人身体无爽快，转晕落涂骹。后来发生的枪击事件，
唔但引起民众的抗议，嘛，互联邦敢有执法过动的问题，搁一届成做美国社会争议的焦点。公司新闻洪祖梅编译。美军掠到马杜罗了后，美国总统川普再提出要爱丹麦自治领土继承人。美国甚至开出讲，一个人上济发300多万台票来成继承人的居民加入美国。美国的副总统便是爱这欧洲国讲呢，认真看待川普所讲过的话，也让后面是针对美国无排除动用武器这言论讨论讲要安怎回应。目前继承人的反对党已经发声，认为讲就爱跳过丹麦政府，直接和美国对话。在美军独袭入去委内瑞拉，成功掠到美国的总统马杜罗了后，美国总统川普阁重提起丹麦自治领土继承人的重要性，而且阁讲无排除要出兵来抢，引发欧洲各国反弹的声音。对这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在未来几天和丹麦首相继承人的总理会面，美国副总统范斯嘛强调，欧洲各国应该认真对待川普的言论。Number one. Greenland is really important, not just to America's missile defense, but to the world's missile defense. Number two, we know that there are hostile adversaries that have shown a lot of interest in that particular territory, that particular slice of the world. So what we're asking our European friends to do is to take the security of that landmass more seriously, because if they're no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白宫的官员认为讲，和动用军队比起来，用资金甲继承人买倒来方案是较有可能实现。路透社报道，美国的官员是考虑发放予继承人上济大个人10万美金，差不多等于台票316万，来请继承人加入美国。暗算总支出会到美金60亿，差不多台票1900亿。不管是动武还是用钱甲因请，后面内部嘛在讨论相关议题。Of course, the messages that we hear regarding Greenland are extremely concerning, and we have had discussions also among the Europeans. If this is a real threat, and if it is, then what would be our response? 虽然丹麦首相已经加1表态，讲继承人属继承人的人民，但是继承人的反对党领袖布罗贝格发话讲，应该说过丹麦政府直接和美国来对话。This government needs to stop hiding and think they can times just pass by and keep the status quo, because everybody in the world now wants to know what is the Greenlandic position on independence, not being owned by US, not being owned by Denmark. 事实上，继承人的定向点党一直拢是上强烈希望继承人会当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在去年选举的时阵，食厝翻倍，摕到8个食厝。虽然可能嘛是无法度变作联合政府之一，但是因毋望会当和美国达成各方协议，寻求签订自由联合协定，来换美国的军事支持和保护，佮会当避免变作美国的领土。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9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0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0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